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10月27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为不满地价税甲房屋税拢要起，第二回国民党团发动之下，上午将近1000人前往市府抗议，甚至议员阁带队冲到市长室，要求赖市长出面讲互清楚。不过因为市长伫外口下讲，使得民众的情绪非常的激动，场面一度真紧张。最后，议会国民党团书记长蔡耀辉提出连署罢免赖清德的行动，才互抗议的民众退出市府。所抗议民众先在议会头前一下，伫议会国民党团的带队之下，搁在前往永华市政中心，包括阿坝政府百姓受苦等标语甲人群，将市府周边的道路开甲满满。而参与的民众情绪激动，表示因为地价税甲房屋税拢要起，认为相当无合理，后悔投予赖清德。伊拉含家己也无，大把人无，伊个手咧疼就可怜啊！伊脚10几万去啊，无可能啊，无咱互咱赖清德压垮过啊！我真互我足寂寞啊！房屋税的问题，我们觉得不公不义，是他从民国90年开始追溯房屋税到100就到今年，然后我们房屋税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税收到税单，我们觉得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大家就出来抗议。所那议员伫发表诉求以后，就徛第一线，伫抗议声中一步一步要冲到市中心。当中警方虽然有准备大批警力，不过并无阻挡因进入市府，嘛互因直接客到市中心内外，要求赖市长出来面对。当中甚至灯刀啊、涉控抓水、徛上办公桌啊，场面相当混乱。变成这样讲啊，无法度；变成你代表无法度。你提出倒出来看，我讲一白话无？回家我的礼物啦，回家我的礼物啦，回家我的礼物啦。哪个了解？打给市长啊！你电话打给市长啊！你罢免，罢免，全国拢无起，全国拢拄103年开始起，甲咱台南市杜民国90年的厝开始起，迄叫做公平正义。欺负咱台南市人叫做公平正义哦，即摆改行，改欺负台南市人叫做公平正义啦。未来乡亲，大家徛走来，为着咱家己徛出来，为着咱的家己实在徛出来，咱无爱这个市长，咱叫伊登去，咱叫伊出去，安尼好无？你拢爱甲你口袋收税，咱人市税无起，但是咱税金袂加，这什么政府？甲咱动咱提款机，咱一定抗议，好不好？会中市府副秘书长虽然出面想要解说，不过议员认为伊无够格，并无接受。按1995年的这个规定处理啊，拢是依照法律、依照公平正义的。这个谁讲得出来呀？拢慎重，拢慎重的检你叫市长出来说明啦。现场抗议气氛虽然火爆，不过不时有人贩卖伤着人。最后，国民党团书记长蔡耀辉宣布发动罢免赖市长，才慢慢让群众退出，无引发进一步冲突。咱来连署罢免赖清德，干嘛？小人赖清德即摆无心伫咱台南市，一个败票市政党去新北市，台北市新竹区走透透。伊要选总统，咱何去选总统？好无？咱准备来，咱今仔有人来，就准备来念名连署来罢免赖清德，好无？伊心无伫咱台南市。因为这波冲突，嘛，和市长原定在1点半出席记者会临时取消。但新闻管及何小邦采访报道。针对这场抗议，市府方面也伫中岛紧急做出回应。同时公开放送一支大号做好的房屋税懒人包的影片，希望用更加打击民众的方式，引导因了解市府要调起房屋税原因，甲相关的配套措施。这支市府才打制作完成的房屋税懒人包影片，以轻松，让人容易了解的解税方式。
在咧影片当中，清楚说明房屋税被调起的原因，并澄清台南市在咧全台湾各县市当中调起房屋税程度是上改革的。从那时候起就一直没调整。就说最有名的豪宅地堡吧，现在每平售价都上百万起跳，结果还在用民国73年的标准，哪里？持有成本太低的结果，就导致团行差别。会中市府财政税务局副局长沈银如也特别再次说明，调起房屋税了后，市府财政的规划方向以及已将发挥的控制房价，实现巨大正义的效果。新闻处长许淑芬也表示，希望这个影片会当解答民众的疑问，也希望无所谓的对立甲争吵会当卖个发生。好，那我们今天提出，包括沈副局长这么清楚的说明，包括我们懒人包，也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一个复杂、遭到扭曲的一些事情跟大家做，也跟社会大众做一些清楚的说明之下，我们希望说这些说明能够化解一些疑虑。那同时说，原来有扭曲的人，他也能够看到这一些说明。那不要在这一些扭曲跟误解之下去做更多的一些动员，那这样子的动员其实对改革这个事情是没有帮助的哈。然后这一个贫富差距的事情，然后以及说房屋税这一个多年来未曾调解所造成、未曾调整所造成的一些问题，是我们社会大众都要去面对的。我想新的一代，或者是你们的下一代，你们都会去碰到这一些问题。我们这一代，我们都会碰到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不应该被区域的做一些太多政治上的扭曲的误解哈，然后甚至去做动员。那这个对台南市不好哈。对，然后这些动员又造成更多的误解跟对立，那我想对整个改革也是没有帮助的。市府表示，房屋税调起是依照中央法令行事，也尽量将程度降到上低，希望市民会当多加体谅。台南新闻网找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计划要将迁移了后的天马电台用地规划做影视主题园区。立委陈廷辉26号暗时邀请文化部、营建署甲市府相关单位举办说明会，将目前的规划甲进度报告予地方的乡亲知影，希望该计划会当量早完工，带动地方的产业发展。市府计划将原本天马电台用地开发成为影视文创产业园区，但是日前行政院也决定将沙仑打造成国际级影城基地。如此一来，台南市未来将会有2座影视基地。对此，立委陈廷辉26号特别邀请营建署、文化部，也有市府单位，伫本年寮调刑宫庙前举办说明会。将未来规划说明予地方知影。咱今仔日特别邀请到咱市政府相关单位、咱中央相关单位来到地方，就是要甲大家报告讲，即马即个的进度。所以即马进度已经较离都市计划变更作为文创产业园区。文创产业园区嘛，已经到第2阶段的专案报告24号。哦，所以咱伫遮嘛要拜托咱的内政部营建署，跟咱的都发局长，因为这个案我们一定要把它抽出，以最快的速度看怎么去推动，安尼地方较安心啦。哦，我讲的建设愈侪愈好，即马民进党去种，民进党绝对会摕搁较侪资源转来到南部，这是咱爱做的。所以咱绝对希望有搁较侪的预算甲经费摕转来地方。所以有较济，上好咱这边天马电台嘛有一个影视专区，然后沙仑嘛有国际影城，哇，安尼咱就双赢咧。会中市府甲营建署也向市民清楚说明天马电台土地未来规划方向。市府表示，已经将提案改为文创事业用地，目前已经送到内政部都委会审议核定。就开始着手规划，当然这中间还跟国有财产局做过足侪合标，嘛伫未来咱斗相共，所以即马伫市迄个已经把变更成创意文化专区了，专用区，大概意思就是文创产业的一个专区，
所以这文创产业也再来做相关的电影后面的影城，而且它也可以做营业使用。今仔这案啊，因为咱南市政府相当的积极来咧争取，来咧做规划。咱中央立法委员真对这案足关心的，所以我相信伫这个中央佮地方的合作配合，包括我相信这案的发展应该是相当的理想的。所以我伫遮甲咱各位乡亲做这个报告大家应该当放心啦。内政部导委会预计将伫11月24号举办创意文化专用区第2届审议。伫中央甲地方方面拢真积极的配合，地方会当放心，一定会将近30公顷的用地有上届完善的规划。未来伫完工了后，希望会当带动国内影视甲地方的发展，共创双赢。台联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议会定期会上午由着市府新闻处甲文化局进行业务报告，会中议员詹培雅都希望新闻处爱将台南文化甲城市行销到国际，唔通只会晓行销农特产，甲包装市场个人的形象。市府新闻处一档预算大约1亿1000万，扣掉人事事务费用，大约有5、6千万。议员詹培雅除了关心费用是毋是有够，另外也呼吁新闻处爱多多行销台南文化甲城市，唔通只注重市场个人包装甲农特产品的行销。但是有当时我感觉讲，摕钱做无够的所在吼，尽量较新的一点嘛，较创新一点，不要旧式的来卖酸呀。进前啊去台北卖酸，去香港卖酸呀，只有台南市是一个芒果而已吗？我甲议员报告，咱阁有咧推广咱每年的活动吼，就是像迄个咱的风炮啦，咱的迄个兰花吼，咧华航的这一个，我们去拍片子然后在华航的那个飞机上有去放。只有华航的飞机上吗？对，只有都到日本而已吗？别国袂当去吗？因为迄足贵的，不是，迄个拖波华航拖波嘛足贵，我只是要甲议员报告讲，其实处长你免甲我报告，其实我今天业务报告，我只是要提醒你，既然你是业务报告的提醒讲哦，咱的业务要搁做甲，莫甲那个单项，拢旧思想，就是去卖酸呀。另外，针对文化中心展演场租借的问题，议员表示，有真侪学校优秀的音乐展演，常常因为档期摆满，无法度租借场地。对此，文化局长叶哲山则是回应，文化中心租借办法早就伫网络顶面拢有公告，原则上下半年档期，伫当年3月开放申请，9月份开始则是开放每年度的申请。台联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听群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伫维馆大楼内底受困53点钟的曹伟林，除了失去8位亲人，被救活的时阵，家己嘛差一点需要接机。后来伫基美病院全力医治，甲复健之后，上午伊嘛勇敢出面来甲媒体分享这段历程，希望鼓励更较侪人行出伤痛。
2006震灾伫维管大楼受困长达52点钟的曹伟林，经过一家伙8人全部过身的悲痛，加骹手严重外伤，差点截肢的重伤以后，透过基于病院的专业治疗，已经乐观勇敢面对。上午以欢喜感恩的心情表示：“我的就是希望。”大家给我很多的关心，其实这些人我都不认识你们，但是你们给我很大的信心，然后一直在鼓励我，在为我加油打气，我真的很谢谢。我觉得台湾真的很棒，所以我自己也给自己一个期许，我希望用我的未来的日子，可以把我这一份福分，就是大家给我的爱，我继续分享出去给需要帮忙的人。所以我现在在复健的过程之中，我都会尽量带给大家是正面的、快乐的感觉，就是不要让患者把自己的心情放在他的伤痛上面，而是要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活下来就有希望。可是曹伟林伫基于病院1个月住院加半冬的复健治疗以后，治疗师表示一切复原的情况良好，而伊是使人敬重的生命导师。曹小姐之前受伤的时候，因为她上肢的那个神经有受到压迫伤，所以目前我们治疗的重点在诱发她上肢神经的再生。那目前她进步的状况已经可以从掌握大东西到现在目前做的是小东西的抓握训练的练习。那一部分的治疗会加强她上肢的肌肉力量，已经有的肌肉力量。那其他的部分就是会做细动作的抓握练习。其实曹小姐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啊，所以她的复健状况到目前我觉得还算满意。那她自己也觉得她复原的状况还不错。郭庆捌面对媒体伊，不过上午伫复健过程特别开放采访，会当看出伊的心境转变，希望伊家己的经历鼓励更较侪人。电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2006地震了后，大台南受损校舍修复的经费甲工程发布的问题，昨伫议会定机会备受议员关心。上午教育局长也再一次亲身做说明，将会积极争取中央的经费来补强甲重建危险的校舍。2006地震校舍损伤后续政策措施，目前市府教育局正在积极争取中央教育部总共180亿的全国经费，希望会当争取到补助大台南大约18亿左右，作为大台南受损校舍的重建经费，让学生有一个会当安心学习的环境。教育部呢，向行政院争取了106年到108年呢3个年度呢，有关于这个全国公立的国中小的校舍的这个改善的计划，总共有180亿的这个经费啊。那我们台南市在今年的10月份呢，也向教育部申请了将近18亿左右的这个有关于校舍改善的经费哈。那当然因为中央现在有专案的经费，所以我们会全力的来争取哈。那但是为了让我们整个灾后重建的工程呢，可以这个尽速的来这个办理，我们呢也先签请将近有4900万的经费，希望可以运用善款呢，先来做这个劳务采购的这个部分。那我们是希望说，透过这个市政府跟这个教育部这边我们同步的尽速的来做整体的规划跟工程的施作。教育局另外也表示，因为学童的安全亲受大家重视，在咧紧急性的状况之下，将会先使用一部分2006地震善款来进行危险校舍的修复。该经费运用也已经通过行政院解说同意，要以学生的安全为重，赶紧启动校园安全的复原甲维护。台南新闻网早采访报道。安南区和顺国小甲台湾历史博物馆合作办理第2届小学生戏剧活动，有6年级的200多位学生伫博物馆内面用歌剧来演出台湾的历史。这种创新的导览方式，也让参观的民众会当用无同款的方式来认识历史。和顺国小历史戏游趣小学生戏剧活动，结合国小台湾史课程以及表演艺术课程，进行艺文戏剧的演出。
邀请美好的视剧团黄雅贤团长来指导，希望为戏剧演出当中，让学生融入历史的角色，体验当时的历史情景，增加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不但会当增进学生伫课程知识的学习，也锻炼学生面对身份观众的表达能力。李民众也当体验到无同款的博物馆的经验。台湾亲像鬼门关，千百人去无人回，在心在心拢是难。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非常高兴，我们也非常感谢和顺国小的家长们，最主要是这些家长们支持底下那科校长和主任老师们带着学生来运用这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馆。每个孩子从1年级开始，他们到馆里面动手做，不陌生台湾历史，不陌生博物馆，博物馆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4年级他们到博物馆来进行导览的教学。5年级老师们运用博物馆的教具箱到学校来辅助教学。6年级这些和顺国小的主任老师们就运用他们的校本课程，结合了音乐、美术多媒体艺术教育，整个加上社会科的教学，整个结合在一起，让孩子能成就今天的历史系游趣，把整个台湾历史运用解说导览的方式来说给游客们听。所以呢，整个课程的设计就是尽可能的提供给孩子展演的舞台跟展演的空间。那我们这样子的课程，在2016年参与全国学校经营 KDP 全国国际认证奖，也获得了全国优等的肯定。我们的心意就是给孩子最好的。学校甲博物馆合作，共同推广台湾历史，希望会当成为学校运用博物馆资源的典范，开发台湾的教学合作。计划今年已经迈入第4档，是和顺国小重要的校本课程教学成果。学校跨领域，甲大书铺共同合作，互相观摩的双向教学模式，也互因得到全国教学创新国际认证奖的荣誉，非常的难得。电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受到邀请来台湾参加巨人杯小棒赛开幕式的美国亚利桑那州钱德勒市副市长上午拜会台南市议会，因为目前在好市议会开议的期间，钱德勒市的副市长也特别伫旁听室做观摩。伫钱德勒市都市发展委员会资深委员张胜义女士甲美林地产执行董事陪同之下，该市副市长上午拜会台南市议会。由议长赖美惠亲身接待，双方交谈气氛真好。尤其两市伫校棒交流有多年的经验。2014年，由市长带队南市巨人少棒队前往钱德勒市做异地训练。去年钱德勒市也派队参加南市巨人杯校棒锦标赛。这届钱德勒市副市长第3届来到台南。感受台南热情乡土民情，每一届来台南，拢亲像返来到厝里的感觉。尤其台南的美食甲农特产品，该市也希望促成两市经济贸易发展。会后双方也互相递赠纪念品，并且翕相留念。台视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之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份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雷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达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10月2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